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1年3月初6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9篇，出埃及记19章16节到25节，马可福音第9章第2节到第8节。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听叹伊。听上帝的话有偌尔重要？其实不但重要啦吼，佮是非常重要安尼吼。若无要听上帝的话，可能要面对真严重的后果，甚至有迄种性命危险。过去这个礼拜中间，牧师伫这个台湾的饭店内底咧做隔离啦吼。真难得会当安尼规工听古典音乐啦吼，看到无论倒一个国家的乐团啦吼，也是合唱团啦吼，特别是伫迄个咱咧讲的迄个阿卡贝拉吼，清唱的时阵，伫咧演奏的时阵，拢有看到遮个团员甲指挥的配合，真正是拢总无人放安尼啦吼，真肉安尼吼。所以会当演奏出真水、真好听的音乐。如果上帝是咱生命的乐谱的指挥，安尼，伊要叫咱紧，咱就爱紧；伊要叫咱慢，咱就袂当紧；叫咱温柔，咱绝对袂当演奏了伤过强、伤过勇。所以咱要来回顾看圣经中间一寡无要听上帝人的负面的例。创世纪一开始就有一对夫妇，甲上帝话当做迄个耳空风安尼吼，目睭只有看到迄个水水的果子，爱听迄个好听的话，来背离上帝。这对夫妇就是亚当甲夏娃啦吼。然后咱伫即阵一直咧讲亚伯拉罕信心的老爸，伊受着呼召来跟对上帝，但是伊对上帝嘛无遐尔真正完全来顺服来听从，所以伊常常出去说，出去咧逃，需要用欺骗的方式，互家己会当存活。佮毋听上帝应允，用家己的方法要来代替上帝应允，比如讲，要用伊的契囝啦，用迄个夏甲啦吼。出来记内底的以色列人，嘛是因为无听上帝的话，因埋怨上帝，所以因行了冤枉的这个路40年之久啦吼。扫罗王伊无听上帝的话。就家己走去献祭，想讲我着王啊，我上大安尼吼，所以叫上帝甲伊的王位拔掉。若无听上帝的号召，也无爱对上帝的话来去行，到尾去互鱼吞咧腹肚底。伫圣经的形容是讲，沉伫海底是阴间的门宫啊吼。扫罗王以及后面有济的列王，因无听从上帝的话，互国家灭亡，互人民受掠吼，互人民受掠。出来记19章就是以色列人甲上帝立约的记载啦吼。这个约就是一个听从上帝决志，甲上帝要束缚的一个应允的迄个时刻吼，迄个时刻。但是真可惜啦吼。真可惜，就是讲上帝要请着摩西甲遮人讲得真清楚。伊讲我讲袂使就袂使，若无就会遭受着真严格的处罚。好啦，亲像亚当甲夏娃共款，伫上帝的命令，还是讲旨意的中间，无有迄种暗句。也是讲有迄个妥协的空间啦吼。伫咱咧讨论讲上帝为虾米要带以色列人来亲近上帝，却无爱互因来接近上帝的山。咱要讨论这个问题之前，咱先要来问讲，啥物人是上帝啦？
是啥物人带以色列人来渡过红海，来保守因，佮赢过阿玛力人，佮使以色列人有水通啉，有玛纳做饼，有烟吞做肉，佮有济啦吼。咱若甲即个亚伯拉罕共款，心内总是存有怀疑的时阵，咱就会用尽人的办法，所以就根本无要听上帝，还是听袂着上帝的话啦。这是较大的重点啦吼。所以来亲近上帝的目的，就是要爱听上帝话，敢毋是安尼？所以咱若用迄个质疑、怀疑的心态，要安怎会当听谈呢？耶稣基督带三个门徒上山，这个山也称作上帝的山，因为因伫迄个所在，上帝互因看到耶稣基督的身份是先知，是律法的传统。伫迄个时阵，有声音对魂内底讲：“这是我所听的囝。”后壁迄句。恁着爱听叹伊，即个场景真类似耶稣基督受洗了后，天开有声音对天顶讲：“这是我所听的囝，我所爱的。”即个搁较进一步来讲，伫今仔日所看的经文，伊讲恁着爱听叹伊啊。上帝搁一摆将耶稣基督介绍互世间人。目的就是要来世间人来听咱伊的命令，因为伊是上帝所赏赐互这个世界的救赎。佮耶稣基督讲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，若不借着我，就无人会当到爸遐去。耶稣是道路，当然咱来行伫顶悬嘛。所以基督徒应该爱遵守交通规则，才会当平安行路、驶车也是骑车进入老爸的家，咱天父的家，这已经真清楚啊。若无，咱就是乌白说，失去方向，驶冤枉路，甚至到尾仔就会失袂去，找袂着所在通去。咱咧听咱主的话，首先着爱先会通听见。真侪人做爱讲的，讲为什么现代人拢听袂着上帝的声啦？无数的问题是讲，上帝是用讲的吗？还是上帝透过侪人、侪周围的代志，还是讲伫咱的生活的中间对咱来讲话呢？有一个故事，咱可能捌听过啦就是讲有一届水灾的中间，一个礼拜堂叫音乐愈音愈悬啦。一个神父伫内底，伊就祈祷讲上帝啊，你听救我，我是你的奴仆你要救我才有见证啊。结果无偌久，有一台迄个独木舟经过人甲讲你要起来无？伊讲免，我祈祷上帝来救我。所以伊就无坐伫船啊，过来迄个救难队的迄个船仔来讲紧嘞，神父你赶起来，伊讲免，我祈祷你上帝你要来水就愈淹愈悬剩一个尖塔尔咧，这船仔嘛走过偌久直升机来啵，顶间就喊神父紧嘞，我用绳你救我，伊讲免啦，上帝你要来啦。结果无拍算，水淹到这个神父都拄死啦伊去到上帝遐的时阵，问上帝讲：我甲你祈祷，你啥人无来？我是你的奴仆呢，你无救我是足见笑的代志呢。上帝讲：我去3摆但是你无看到我，你嘛无听到我。咱要来思考是讲，什么代志互咱失去迄个敏感度，他甲咱。互咱听袂见上帝的声音呢？弟兄姊妹平安。今天是2021年3月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9篇，出埃及记19章16到25节，马可福音第9章第2到第8节。
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听从他。听从上帝有多么重要？或是我们应该这么说，不但重要，是非常重要啊！如果不听上帝的话，要面对非常严重的后果，是要自己去承担的哈。不但是严重的后果，甚至是有生命危险的后果。过去这个礼拜，牧师在台湾的饭店隔离，那很难得的就可以差不多整天这样子听古典音乐，那就看到很多这种非常好的乐团，无论是从哪个国家来哪个乐团，或是甚至合唱团，他们特别是像清唱的时候，在演唱的时候，他们都跟指挥有非常好的我们说天衣无缝的这个合作关系哈，所以他们可以演奏出美好悦耳的音乐。那如果上帝是我们乐团或是合唱团，或是说生命乐章的指挥的时候，他要我们快，我们就一定要快嘛，对不对？他如果要我们慢，那当然我们就不能快啦。如果他要我们柔软柔和，那我们总不能演唱或是演奏的太强壮吧啊！我们需要回顾圣经里面一些没有听从上帝旨意的一些负面的例子。一开始在圣经的开头创世纪就记载了一对夫妻，非常有名的，他们把上帝的话当成耳边风，他们的眼睛只想看到那个美丽的果实。他们喜欢听那个好听的花言巧语，因此而背离上帝。这对夫妻就是亚当跟夏娃。亚伯拉罕虽然蒙呼召跟随上帝，我们这个最近有谈过哈，但他对上帝其实是不全然的听从，因此他时常去绕、去逃，甚至需要用欺骗的方式想办法要让自己存活下来。他又不听上帝给他的应许，所以他尝试用自己的方式，比如说他的干儿子，比如说夏甲，他要代替上帝的应许。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也是因为不听上帝的话，所以他们又抱怨上帝，所以呢，总归来说，他们走了40年的冤枉路。圣经记载的第一位以色列的王扫罗王，他不听上帝的话语，他自己去献祭，他想说我是最大的啦，没有人可以管得了我。后来他就被上帝拔掉了他的王位。先知约拿他不听上帝的呼召，他不跟随上帝的旨意，他用自己的想法，因此他被鱼吞到肚子里面去了，那就代表死亡，对不对？要沉到了海底，我们说这个是阴间的拱门。所罗门王以及后面的众多列王不听上帝的话语，就使得国家导致灭亡，人民被掳。出埃及记19章就是以色列人民与上帝立约的记号，这个约就是一个听从上帝的觉知，还有上帝赐福的应许的地方。上帝借着摩西已经说得非常清楚，比如说上帝说可以的就是可以，不可以的就是不可以，如果越了那个界限，就会遭受惩罚。如同亚当和夏娃一样，没有可是 but 或是妥协的空间。在我们谈论到为什么上帝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亲近他，却又不让他们接近上帝的山呢？在我们谈论这个之前，我们要先想说到底是谁是上帝？当然讲这个，大家会觉得又讲这一套了哈。但是我们需要回顾一下，是谁带领以色列人渡过红海？
是谁保守他们战胜了亚玛力人？又是谁赐给以色列人有水可以喝，有玛拿可以当饼，有鹌鹑可以当肉吃，还有很多恩典。我们若是和亚伯拉罕一样，总是心存怀疑，然后用自己的方法的时候，就会有那个问题，就是听不到，或是根本不愿意听上帝的话语的问题。我们来亲近上帝的目的，不就是要听上帝的话吗？我们用质疑的心态，如何又能够听从呢？这是最大的问题了哦。耶稣基督他带了3个门徒上山，这个山也称为上帝的山，因为在那里，上帝给他们看到的耶稣基督的身份，他是先知的代表，是律法的法统。在那个时候，有声音从云里出来说：“这是我亲爱的儿子，你们要听从他。”注意听哦，你们要听从他。这个场景其实是很类似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，天开了，有声音从天上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啊。”那这里更进一步的要求说：“你们要听从他。”上帝再一次的介绍耶稣基督给世人，目的就是要世人来听从他。因为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上帝所赐给世界的救赎啊。我们在圣经里面有读到耶稣说：“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。”是的，耶稣是道路，我们当然要好好走在道路啊，要遵守交通规则啊，才能平安的进入父的家啊。否则的话，我们可能就会迷失方向啊，绕远路啊，对不对？甚至根本就是走丢了啊，找不到天父的家了啊。所以要听从主的话，首先要能够先听见啊。很多人喜欢问，为什么现代人都听不到上帝的声音？那牧师的问题是说，上帝真的是用说吗？像我这样子吗？还是透过许多人，透过周遭的事情，一些象征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上帝用不同的管道对我们说话呢？有一个故事，可能大家都听过，不过我们再来谈一次。就是有一个小村庄遇到了大水，后来淹水了啊，越淹越厉害，已经到了屋顶了，礼拜堂的屋顶。有一位神父呢，他就祷告，那祷告上帝说：“你一定要救我啊，我是你的仆人啊，你救了我，你才有见证啊。” OK， 然后就祷告完的时候，就有一个独木舟要逃难的人，然后说：“神父，赶快上船啊！”他说：“不用，你先走吧，我已经祷告了，等一下上帝就来了。”就水越来越高了，后来就救难队、消防队的船来了，神父上船了啊！不用，我祷告了，上帝等一下就来了。这个时候水快要淹没那个屋顶了，剩下一个尖塔了，这个船也走了。后来就那个直升机来了，来了。然后上面人就很大声喊啊：“神父啊，赶快啊，大神子，我们把你救起来啊！”他说：“不用，你们去救别人，上帝等一下来救我，因为我祷告了。”就后来水一直淹到神父就丧失生命了。他去了天堂，问上帝说：“为什么我跟你祷告，你都没有来？”上帝告诉他说：“我经过你的身边3次。你都拒绝了我。”所以牧师的问题是说，什么样的事情让我们失去了所谓的敏锐度，阻碍了我们，让我们听不到上帝的声音呢？那当然就没有办法听从他了。